呢一套係新式系嘅中文碰瓷黨系列，咁佢咧就會係分咗咧中文碰瓷黨嘅基礎篇1同埋基礎篇2，係以4數據作為一個嘅基礎去設計，幫助小朋友咧去增加翻咧對中文咧唔同句式嗰個嘅運用。咁基礎篇1咧，我哋就會分咗有5隻嘅顏色，咁就會係包括有時間、人物、地點、事情同埋一啲嘅介詞，咁譬如係的得地啦，係可以點樣咧去幫助到小朋友咧去慢慢咧去將嗰個4數句嘅形式嘅句子咧逐個步驟咧去加翻一個嘅字落去，俾佢哋砌到有多啲唔同嗰個嘅句式嘅。而基礎篇2咧入邊，我哋就會係有呢個嘅形容詞同埋事情嗰個嘅單詞嗰個嘅詞彙啦，再增加翻喺入邊啦。我仲等緊你一齊探索圖書嘅旅程啊！標點符號啦，量詞同埋數詞啦，呢個咧都係小朋友咧佢哋咧幼稚園嘅階段啊，佢哋必須要去學習啦。咁同埋咧，有再多少少嘅方位詞語啦、副詞同埋連接嘅詞語。咁佢每一盒入邊咧，佢都會咧係有20個嘅中文字咧，係可以俾翻小朋友咧進行翻呢個嘅點讀嘅效果嘅。咁啊，譬如時間、人物、地點、事情。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同小朋友咧去玩翻呢一個，而且呢一個嘅碰瓷黨咧，仲有一個嘅特色喺度嘅，佢每一粒咧佢都會係有磁性嘅，佢係可以俾你貼喺雪櫃啦，或者咧佢哋可以咧拎咗出嚟嘅時候，佢哋可以進行呢一個嘅組裝啦。咁佢會有普通話嘅點讀同廣東話嘅點讀，我哋就可以喺支筆入邊去教啦。粵語今天醒。時間、人物、地點。今天我想話，要個和喎，咁就可以咧喺介詞組別呢一個嘅位置咧去揾翻出嚟啦。和爸爸吃飯。係啦，咁啊喺邊度吃飯啦？佢做啲乜嘢啊？咁你就可以咁樣去話翻俾小朋友聽啦。譬如係今天我和爸爸再或者再到在邊度食飯呢？咁我哋就家吃飯。咁你哋就可以咧同小朋友咧去玩唔同嗰個嘅句式嗰個嘅句子，而且咧小朋友佢最開心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咧中意咧好似執字粒咁樣嗰個嘅形式咧，去俾小朋友咧去玩翻咧嗰個嘅拼字，因為佢咧每一粒咧佢哋都有嗰個嘅磁性喺度嘅，你會見到咧佢係可以咧，譬如係一粒。點樣去組成一個嘅句子咧？佢哋係一個嘅立體嘅粒粒嚟嘅，咁佢哋就可以咧係今天做啲乜嘢咧？我和乜嘢？咁同埋咧用顏色嗰個嘅分類法咧，咁就小朋友佢哋會更加知道咧呢句嘅句子佢哋唔同組合嗰一個嘅詞性係去到邊一度，而且咧佢成套咧佢會包埋有數詞同埋量詞咧，你哋亦都可以運用翻咧喺你哋唔同嗰個嘅認知，譬如係字卡啦，或者卡片上邊，你哋可能佢係一隻老虎，咁你可能俾隻老虎嘅公仔或者圖片，咁你就係執一隻老虎，或者咧係3隻老虎就執出嚟。咁佢呢一盒咧，亦都係幫咧家長咧解決好多嘅問題。咁同埋咧，最重要咧就係標點符號啦。佢哋識得擺唔同顏色嘅句子去組成出嚟嘅時候，到標點符號嗰個係應該點樣去運用咧？咁呢一盒咧，亦都可以咧幫到家長咧去解決標點符號嗰個嘅使用嘅，譬如係中文粵語頓號。頓號嘅用法係用嚟表示在句子中並列嘅詞或詞組之間嘅停頓。咁佢會講埋個解釋出嚟俾家長去知道。咁佢呢一 set 咧，佢就成組咧係可以由幼稚園玩到去小學3年級咧都用得到嘅產品嚟嘅。咁同埋咧，佢亦都會有一個好嘅收藏嗰個嘅盒咧，可以俾小朋友知道。
嗱，而碰瓷黨咧嗰個嘅運用咧，亦都好簡單，因為佢分咗咧唔同嘅顏色咧，去俾家長同埋小朋友去知道咧，佢每一組嘅中文字究竟係屬於啲乜嘢嘅詞性嗰個嘅界別嘅。咁而中文碰瓷黨咧，佢係以四數句嗰個嘅形式咧去做設計，佢每一個嘅中文字佢哋都會有唔同，我哋可以教小朋友咧去先執咗時間、人物、地點四個嘅顏色出嚟咧，同埋事情嘅顏色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同佢哋去玩句子嗰個唔同嘅砌法啦。咁啊，最基本小朋友佢哋要學嘅嘢，咁啊時間、人物、地點同事情，咁佢呢個咧亦都可以咧自由切換做普通話啦，你亦都可以單一個嘅字去讀，天，亦都可以變翻做廣東話。今天我和媽媽到遊樂場玩耍。咁你亦都可以咧自由去同佢去轉換嗰個嘅句式，因為同埋佢呢個咧，佢係有一個嘅詞性咧，小朋友咧佢哋喺組句上邊咧，佢可以有一個嘅動手嘅能力咧，佢哋係可以知道，咦？呢個嘅詞組可以黐埋一齊咧，佢哋會覺得好好玩嘅。咁啊，可能除咗係到遊樂場玩耍啦，亦都可以咧係到乜嘢啊？超級市場，咁佢亦都可以咧係同小朋友咧去玩一個嘅對碰嘅。到超級市場。係啦，咁做乜嘢啊？買菜，咁佢哋咧就會係覺得係比較特別同埋得意嘅，而且咧佢呢一個嘅中文碰瓷黨咧，仲有一盒咧係專門咧俾小朋友咧去學標點符號嘅，咁佢呢個就會係可以咧喺個句子上邊咧，慢慢咧同小朋友咧去執翻出嚟咧，去加翻落去呢一個風。